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月27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柯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有33架次中国军机伫台湾周边，是大选了后上济一天。也让咱的友邦图瓦鲁国会改选，外界等咧关心咱的邦交关系。今仔日因为寒流减弱，有小可回温，不过北部、东北部低温也是只有10度，后礼拜回温中南部可能高温30度。台北市年会大家起鼓，有民众感觉今年办年会有较贵一丝啊。根据业者观察，水产甲南北大会确实有小可起价。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咱的邦交国图瓦鲁举办国会大选。最近台湾的现任总理纳坦诺无当选议员，也若讲要重新审视台湾关系的现任财务部长佩纽，加友善台湾的前总理斯普加拢有当选。即阵外界当咧好现大选了后，台湾甲图瓦鲁的邦交关系的依持也是有变卦。友邦图瓦鲁日举行国会大选，根据路透社报道，新台的现任总理纳塔诺无摕到议员席次。若捌讲过定新思考甲台湾关系的现任财政部长塞夫潘恩纽，也甲另外一个选前就表明要持续甲台湾邦谊的前图瓦鲁总理索本加拢顺利当选，两个人也拢要竞选总理。外界关心新政府成立了后，咱甲图瓦鲁关系发展。据外交部目前掌握土国选举结果。已知的当选人大部分都与我国大使馆互动频繁，立场友善，并支持维护两国邦谊。对于土国少部分有我政要败选，却有媒体认为是台土邦谊可能生变的报道，外交部表达遗憾。学者分析，选举前表示关系可能变化的图瓦鲁驻台大使比肯尼贝尤潘恩纽，甲选调议员的图瓦鲁财长塞夫潘恩纽，因是这孙仔关系研判两个人因为个人政治利益言论受到中国人知情影响。伫图瓦鲁新国会多数成员也是坚定挺台湾的。图瓦鲁新国会16席的成员中呢，有15席包括连任与新任呢是坚定挺台的，自然不会受到属子两人的个人言行影响而造成台湾与图瓦鲁两国关系生变的情势发生。学者推测，未来选出来新总理就有可能嘛是友台派。外交部讲会密切注意选举后土国政局发展，确保两国邦谊稳固。咱驻图瓦鲁大使林东兴伫第一时间向土国总督法拉尼加议员当选人表达祝福，也转达总统蔡英文的贺电。记者综合报道。所来看咱国内的状况，最近中国军方加强对咱台湾军事施压。国防部今仔日再是讲，有33架次的中国军机，8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周边，是大选了后上济中国军机的一天。专家分析，未来中国军方新形态军事行动可能会增加，可能是要影响咱国军的心理威胁。共军加强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国防部公布26至27、24点钟内，有33台强机、6只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还佫查到2粒中共空标气球。特别注意的是，伫26下晡，就包含苏凯30等23台强机，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13台强机飞过海峡中线，还佫有伊的引信线。这是台湾大选了后强机绕台上界济一届。共军的持续军事骚扰，突然导致紧张情势升高，也破坏了区域的稳定现状。呼吁北京当局应该负起责任，即刻的停止这一类的破坏性的单边行为。共军伫无明确的地区行动不断，传出17暗时对台湾进行突袭式政备警巡，也佫由混转战。除了强机绕台，2只强舰也佫雄雄为海峡中线转向，直接到台湾的西南海峡24海里。同时伫北部甲东部原来有强舰进逼24海里海峡，国军无互共军佫再大进一步。专家是分析，共军雄雄超过海峡中线，都是要互国军带来心理威胁。这一小股的战机呢，其实对台湾说真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它的心理威胁层面很大。升空的战机呢，大概是同等数目的战机，或是多一点点的战机数目长久下来呢，会造成我们的飞行员的
精神上的疲惫。专家推测，未来强军下部定时用突袭式军事行动飞过海峡中线，也是突破南方24海里，甚至进逼12海里的所在。国军爱慎防强军由混转战的实践化，也有随时的威胁形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有小可回温，寒流影响到咧豆豆减弱，不过回温的速度是真慢。气象署提醒北部、东北部也是会感觉真寒，也那中南部的温差是真大，早时甲暗时会较凉凉。另外，因为最近天气较寒，花莲的塔拉库国家公园的梅花是开了真水，不少游客拢上山去看花。连山高温梅花是一直开，袂少游客到花莲池南来赏花。另外，伫泰鲁阁国家公园内底梅花开花情况也袂歹。天上地区由70多丛梅花组成的梅园，一日看起拢是白色花蕊。很漂亮啊！对呀，对，漂不漂亮？漂亮漂亮。入冬上强寒流、上低温已经过去啊，不过回温的速度真慢。台南市透早出现9.3度的低温，气象署提示这2天北部甲东北部天气感觉依然是真寒，中南部日个温差会使达到10度。下礼拜开始，全台高温慢慢回升到20度以上，中南部高温挖近30度。也过过年前，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增加，中部以北甲东半部会转落雨。所以，一个有真强的寒流会来。这波回暖大概是从这个周末一直到下周五这段时间。那目前在比较长期的预报是有显示，在春节之前或者是在春节的前期这段时间是有另外一波转冷的。气象专家彭启明分析，这礼拜六假期也是需要注意这低温的情形。另外，因为东北风会带着这个境外污染物落来，预测北部甲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会较歹。出外活动一定爱穿好少，也个挂吹暗来防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台北市年货大街开幕了后的头一个休假日，就算讲天气较凉凉，不过也是有侪民众到场来办年会。因那台北市政府也派公车来接送鱼市周边的交通状况。因那今年的年会介绍如何？有民众感觉有起一寡。那根据业者的观察，水产类甲南北大会介绍有小可较悬。迪化街商区年会大街，四界拢是人，无到2礼拜就要过年啊！民众把握假日来采买，上界热门的商品也是脆食面。南北回销路也真好。上卖比较好。南北货啊都很好，嘿，野生乌鱼子啊，台湾香菇哈都挺畅销的。过年的东西是对，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我今年去来3年了。对，去年，可我觉得好像今年人好像比较多一点。像我刚才有买了，像果醋也有涨价，然后像肉干也是有涨价啦，多少一定会有。因为阮不了减产，甲疫情了后运费起价，有一寡民众感觉讲年会变较贵。不过台北市商区产业联合会分析，今年年会介绍比旧年的变动较细，起的幅度无伤大，有点头有是家己吸收，薄利多销。海产类的因为运输的关系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渔猎资源比较少那这一方面可能会涨得比较多。那还有一些干货类的会有一点涨幅这样。大家去办年货，提着大包小包搭车停车都很困难。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交通局协调接驳专车，也就是从北门2号出口，另外迪化街南北2街口以及后站商圈，定期都会有接驳专车。来到年会大街，周边交通真塌。台北市政府提醒，今日头一摆推出年会大街免费的转盘专车，用中型巴士来转接人均捷运站。民众每年会会使多多利用公共运输，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2013年环游世界黄色鸭到高雄引起一个话题，那今仔日开始到2月底，有2只黄色鸭搁一摆伫高雄的公营码头展出。今仔日早时有4万人次去看这2只黄色鸭，饭店业者等咧期待黄色鸭的观光价值。那根据统计，爱湖周边的饭店展览期间的休假日，房间是已经订了超过8成。正当的欢呼声迎接黄色鸭米重回高雄，甲10年前敢若一只无共，这届黄色鸭米变做2只。就很兴奋啦！你看高雄港现在爱河现在变作美丽。18公尺悬的黄色鸭米浮伫水面，平面看也是空中看来拢真高水，也开始吸引一寡民众来参观。拜六早起活动都还未开始，已经真侪人来排队。In the whole 70 years of this project, we made many pictures all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 rubber duck went. But here in Kaohsiung, there was one picture from there,
from above with a lot of crowd. The sunset was perfectly. It stroked the duck beautifully, and I thin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shots of all the project. 当年黄色阿米亚展出一个月，吸引390万人参观，创造10亿的观光产值。这个完了为少业者对流行，有饭店送入来大送免费坐游艇欣赏黄色阿米亚。有业者讲，甲10年前甲黄色阿米亚的旧相片搭伫饭店面册老的所在，就会当得到餐饮抵用券。 刚好跟这一次高雄市政府就是推出了黄色小鸭的活动，我相信平假日的住房率大概可以维持到80%，周六的住房率约80%，农历春节初1至初3接近满房。我近爱河边的饭店业者讲，拜六的订房率明显增加，差不多拢8成以上，也预估10年后中华高雄的黄色阿米亚搭配市政府其他的活动，可望创造比10年前更较悬的参观人数。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伫红海攻击船只的危机是搁在欠悬。最近甚至对美军的巡航军舰，搁有英国的邮轮拢开火。虽然中国这摆对伊朗施加压力，爱因管理青年运动，但是目前来看，也是无成效。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 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日前针对当地阿丁湾海峡巡弋的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发射反舰弹道飞弹，暗过去互美军拍落来。这原来是青年运动头一届对美国军舰发动攻击。专家指出，这个行动凸显青年运动已经直接针对美军展开攻击行为，红海危机肯定会快速恶化。 到伫同一天，青年运动也针对一只经过红海附近阿丁湾的英国邮轮马林鲁安达号发射真侪粒飞弹，致使这只邮轮导火，后个载无人员伤亡。青年运动证实，安尼做就是要逼以色列停止伫加沙的军事行动。 تؤكد استمرار عملياتها في البحرين الأحمر والعربي ضد السفن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أو المتجهة إلى موانئ فلسطين المحتلة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إدخال الغذاء والدواء إ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المحاصر في قطاع غزة. 大阵青年运动的支持者日前伫也门首都沙那发动示威，放调讲要向世界证明因捍卫巴勒斯坦的决心。ومن هذه الأرض المقدسة ونقول للعالم وللعدوان نحن متضامنين مع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بدمائنا وبأرواحنا وبقلوبنا وبكل إمكانياتنا. 联合国贸易组织指出，过去2个月有伊朗伫后壁做靠山的青年运动，伫红海行为，必须货运公司都要为红海驶经过南非的海望角，致使国际的货运成本升悬，也造成地中海甲红海连接的埃及苏伊士运河运量下降42%。伊朗方面是讲，中国摆真侪届施压伊朗约束青年运动的行为，安尼无可能会伤害到德黑兰甲北京的经贸关系，不过显然无效果。中国的外长王毅要伫泰国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谈，安怎来化解红海危机，会是首要的焦点。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伫咧南美洲的普鲁南部地区落大雨，地使水崩山土石流冲入去人家厝，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连天气大部分时间拢袂歹的圣地亚哥，也因为做大水，4个拢乱草草。另外，伫咧哥伦比亚是出现野火，致使当地空气品质变歹，这些当地民众拢感觉无爽快。桃梅沟水一直拼落来，基路变水路，土石嘛冲入去民家，有民众故意身躯朝桃梅沟行甲哭甲唔成声。南美洲的秘鲁、南部的马卡班巴区，因为落大雨，煞变做大水，袂少山区村庄互土石流砍去。对外交通中断，目前传出已经有2个女性死亡，真侪家庭厝内的家具物件拢毁了了。Sí, se cayó la pared de allá, de atrás y de acá también del vecino se cayó la pared. Así como está viendo, así todo nos ha hecho un desastre. 一向天气真好的美国圣地亚哥，即马部分所在也拢如苍苍，怪手甲重工具入去协助处理河床，也有不少居民志愿斗加入清理。当地日开始落大雨，经历伫1月毋捌有的强降雨，迄个时阵大水冲走汽车，搁甲厝淹去。即马大水退了后，有人到即马有厝嘛无法度转困。Many people were displaced, living in hotels and not shelter, lost all their belongings.
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的东山一直呛白烟，因为发生野火无法度拍花，真侪火粉一直囤积，甚至搭伫城市的天顶，空气品质恶化。市长呼吁市民非必要唔通出门，就算要出门一定爱挂喙罨。有真侪居民已經感覺身體真無爽快。Me afecta un poquito de la garganta, los ojos, la cabeza. Eso es lo que he sentido de síntomas. 各国的野火一位都还未拍花，一位搁倒起来。当局是讲，虽然已经有11位的火灾得到控制，不过也有34个所在无法度拍花，持续伫烧炭。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校园发生学生杀死人的案件了后，警政署统领各地少年队成立扫黑专职小队。新北市少年队发现有2个帮派涉嫌吸收2个国中3年的学生加入帮派，那带引起爆坏点头，搁爱营造诈骗的成员。这个月19已经抓到2个帮派的干部甲成员，2个少年人经过少年法庭审理，裁定即负家长。新北市霹雳小组用电机甲门破坏，夜青冲入去新北市新店某一间徛家，家底联邦河长谢天辉主要成员抓起来。在1月15号，一举将齐天辉干部和成员全数逮捕，并查扣折叠刀、棍棒、毒品等证物。新北检警1月15分这坐落加9个帮派分子抓起来，有2个人未成年，拢是有当时有去读册，有当时无去读册，国三的学生，无读共一个国中。因来进前将阿伯情报资料，就是伫联邦河长谢天辉干部想要来吸收未成年的少年加入，叫因做早起的车手。去年11月中，也传去某一个网咖咖啡店，互少年来看学把手。与帮派或者说有犯罪习性的人交往，在少事法规定就是归属在偏刑少年。目前这2名少年因为他加入帮派的时间并不长，那如果说没有处理的话，我们这一次没有查获这个案子，未来就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诱因。少年队2个少年人入帮的时间无长，也伫个建设阶段，若无处理，未来可能成为犯罪诱因。少年队成立扫黑的专职小队了后，负责收报甲反映情报资料，结合刑贷甲分局来追溯源头，打击黑帮流量更加大。因来这2个少年经过少年法庭裁定，交予家长，因为要有学籍，要有学校来负责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民间推动民防知识的乌琴学院，今仔日是举办大型演习训练活动，针对捌上过课的学员，有基础的学员实际来测验因伫拄着战争的时，敢有法度甲学过的物件实际发挥，临时随反应处理。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哈？对啊，不是这里。对对对。我是大概128吧。队员斟酌研究地图，找方向，确认家己爱向倒位行。防空警报响响开始弹，所有人员拢放下手边的工课，苦累往耳仔避难。这是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目的是让已经上过基础民防知识的学员有一摆模拟战争状况的演练。之前有参加过基础训练营这样子，那想说，在参加活动比较会有。算是把学到的东西，要看能不能应用啊，或者是比较有临场的感受。最近天灾人祸比较多，那希望透过训练过程提升自己的一个危机意识。唔通看因只是咧解任务，那像真简单，落尾阁有更加困难的关卡爱因发挥。那是伫战争当中拄着大量伤患，要安怎做？伫即摆活动当中又当有实际演练。可以帮忙抬担架的，可以。有没有叫一堆来帮忙？一队来。4个拢是伤患，有的轻伤，有的流血流滴，有的已经无意识。队员爱分工，一个一个确诊状况，按照受伤的严重程度分类急救。乌心学院目的是希望学员爱有临场反应的才调。他们有一些基础的急救，还有避难规划等等技能。但这些技能的话呢，在战时的时候，或者在战争期间，它其实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去模拟一些最主要情境。乌心学院讲，因的训练分做军事知识普及、资讯情报战、急救技术、避难才调4大领域。所落来也会推动更加侪课程，帮民防知识伫民间普及。记者郭文正最由台北报道。花莲吉安乡最近有民众发现停伫咧路边的车玻璃有时阵会出现奇怪的液体，管得叫是照啊驶路尾装监视器了后，才发现是一个查甫人配痰甲蹭鼻水，已经有侪民众报警处理。这是花莲吉安乡当日一家车辆停伫这间柔道馆附近车窗顶悬的垃圾，还有白色的泡，感觉无啥对。我以为是鸟大便或者是什么，结果看一段。
不对啊，这个很像口水干掉的痕迹这样子。附近厝边仔装监视器，可能发现有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来这个所在蹭片，不过附近的人无人捌伊。他在凌晨3点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动作，他的举动不是只有吐痰跟吐口水，是这个擤鼻涕的过程，让人家更恶心了。因为受害民众真多，大家的车嘛无违停，是因为烦恼会有传染病，所以报警处理。警方获报后立即协助报案人完成报案程序。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请拍照收证后向警方报案。根据附近厝边统计，这个查甫人奇怪行为已经半年啊，受害车主有7个，虽然无破坏车，不过因为收垃圾太高，希望警方赶紧把这个怪人抓到。记者综合报道。两面就是2年伫新竹县的衡山、新埔、宝山，拢有一寡以龙来号名的步道。有的是因为山远远看起亲像龙，有的是因为步道弯弯弯弯亲像龙。即阵带观众朋友最近来看一寡所在。趁假日来爬山接触大自然，沿路种满树啊，以及趣味的设计，互民众来到这。唔呐，佚佗又个兼运动。步道其实森林树荫阶段蛮多的，然后其实不会很晒，其实蛮适合，老人家也很适合来健行这样。这个地方我可以鼓励训练你的平衡感，甚至于年纪比我大的，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来走。龙年特别到啊，有民众在专工找以龙号名的步道来行踏，为伫在环山的骑龙古道，因为当地山势就亲像一尾龙骑在山顶得名。新埔的飞龙步道，因为路线设计一路踅去山顶，敢若龙要对天顶飞去同款。宝山的飞龙步道，因为山顶有一个飞龙湖。今年是龙年，就一起来爬龙脊、寻龙头，还有那个神木，都很适合来拍照。推荐大家在金龙年来走这条飞龙步道，是一个很适合老少咸宜、全家一起来走的一个步道。县府指出，这3条有龙年的步道各有特色，欢迎大家过年来这佚佗，在龙年讨到好彩头。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台湾有一个已经成立13年的剧团，因的表演方式是真多元，唔那传统剧场，阁有脱秀、网络影片等等，因拢有做过。稍等的下暗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带观众朋友最近来看这阵少年人安怎甲人情世事变最好看的戏出。Hey yo, this is Anonymous。我是黄建豪，我是肖东义，问的是好笑。这就叫盲字在这里。快点拍！我被人 Q 哎！我要先笑完了。为了确定更较侪可能性，学校排演嘛试做音乐剧，甚至加入台语 rap 的元素。不过，要突破惯势的表演模式并不简单，每一个台语的发音拢要详细斟酌，两个人敢若会当一直练习。当大哥，当黑道，行头是最重要。一开始就想讲，应该嘛无偌困难吧？真正要唱的时阵才知影哦，其实真困难呢。我的努力没有少，睡得晚也起得早，我也有过好的作品，但你看不到。我没在银行上班，没赚钱赚到手软，但我在做的事情我喜欢。无限的创意，学校排演常在拢会当甲严肃的议题变甲真趣味。周伟水，你听伊的名就知影，伊排行第3，伊头前有2个哥哥，周伟1、周伟2。亲像因受到邀请创作的历史剧。虽然是咧讲地景事件100年纪念的历史，两个人透过剧本甲深色的表演，观众是拢看甲笑嗨嗨。你为什么也打我呢？来，2位小姐，我你打到假头毛。就是来看好笑，你就知道说，其实看舞台剧不用那么严肃啊，你就可以穿拖鞋，或者是跟他们在台下跟他们对话，其实也都是可以的。泡泡剧场的刻板印象，用趣味的方式创造出家己的风格。阮嘛做希望有一天咱做戏会感觉讲，你来阮遮买一张票看戏，会当欢欢喜喜回去。啊，要安怎个洪泰柱临敌，就是我来处理了。哦，你先从头毛处理好。记者洪条生、吴维修台北报道。最近天气较凉凉，一若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12度到16度。中部地区12度到21度。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先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